我哋而家大部分藏傳佛教所講嘅中觀係屬於中觀後雲期嘅產物，而唔係中觀原本嘅產物。中觀原本嘅產物係龍樹，龍樹 OK。另一個龍樹啦、提婆啦，龍樹就係中論，用中論啦，最主要就係即係中觀中啊，最主要用龍樹菩薩嘅論著就係中論啦。咁仲有一個嘅，其實嗰、那個叫做提婆，用佢嘅咩咧？十二門論。所以佢有三部論：中論、百論同十二門論。學中觀必學，特別如果你想知道後弘期點解中觀會變成咁樣嘅時候咧，喺前弘嘅中觀裏邊咧，即係啲最主要就係我哋會透過呢三部去到學習中論、百論、十二門。OK， 咁當然有一部中國一個好偉大嘅著作啦，但係而家普遍佛教嘅漢系佛教人應該都冇邊個睇過。嗰部好經典嘅論叫做《韶論》。